喺每一個小朋友心入面，總會有幾個故事，陪住佢哋慢慢長大，由勇氣、承受，到學識點樣做返真正嘅自己。故事係打開想像嘅一扇門，亦都係夢想開始嘅地方。佢教識我哋努力、用心，仲有堅持落去嘅力量。唔同年代嘅故事，帶嚟無限嘅創意同探索。故事係小朋友同家長之間嘅橋梁，亦都係滋養心靈嘅養分。每個故事就好似一粒種子，喺小朋友心入面慢慢發芽，等佢哋學識成長、思考、懂得愛。鄭老師，頭先嘅故事我都有聽過啊，你有冇中意嘅故事啊？有啊，晴晴，我細個時候，爹哋媽咪都好中意講故事俾我聽㗎。故事可以話係陪住我長大。係啊，我都好中意爹哋媽咪陪我講故事，佢哋仲會問我好多問題添。晴晴，所以今年學校透過優質教育基金嘅撥款，舉辦咗親子故事工作坊，讓家長小朋友一齊創作屬於自己嘅故事。我哋學校仲創作咗6本校本故事添啊！係啊，我都有聽過啊！唔單止係咁，佢哋仲利用故事設計成攤位遊戲，讓家長小朋友一齊參與。義工家長即場講故事，參與嘅家長小朋友都聽得好開心啊！不如我哋睇下當日嘅片段啦。